來看新竹講到這新竹市的市區呢，早起淹甲真嚴重，車是攏無法度過，有5組的抽水系統是攏壞去。那新竹市也宣布講下晡停班停課，學校門口口呢攏是家長要來接囡仔登記的。這家長也批評市政府傷過拖沙路。另外，新竹的關西王小人國六福村一寡遊樂園的車路發生水崩山，那消防局也接到3站失蹤的通報，其中有一台車淹水吊車，找到時陣呢，這查某駕駛已經過往。新竹市光復路規條路攏變做溪，附近的學生若要上課，連過一個車路攏真困難。預告到3天才法度行去對面。一早起大家攏出門要去上班，驗過路的淹水真歹行。另外，中華路、太環路地下道攏淹水，車攏無法度過。更較好聽的是，有5座抽水系統攏故障。學生也無法度上課，因為新埔高中後山崩山。學校的磚仔牆攏倒來，水淹在學校內底，地下室規攏淹去。全校的高職人員攏佇咧清，學生也趕緊停課。2、6幾天，新竹雨落未停，新竹市政府趕緊宣布，中晝過了後停班停課。學校的門口有真儕家長趕快半夜來接囡仔。大家要工作，然後早知道我早上就不要送過來了，對不對？你應該提早說。新竹縣情形也無好，金龍路狀況真濟，路淹水，2線道攏看袂到。附近的頭前溪，因為雨水一直灌，規攏漲起來，雨一直落到下晝。新竹縣關西入去小人國六福村遊樂園的半路，山壁崩壞，石仔倒來菜市路中，攏無法度過。整個山都一大片的崩下來，影響到雙向通行。馬上通報公所，在應變中心。在竹北雨水池灌到地下停車場內面，民眾厝內飼的水牛因為豆仔埔溪漲起來，強要雨水流去，大雨也造成竹北市、新豐鄉、新埔鎮有3件民眾失聯的案件。其中竹北市是因為淹水，一輛車調掉了後駕駛失蹤，讓消防人員沿路去找，將要找到失聯的姓吳的女駕駛，不過已經不幸死亡。另外2件抑閣繼續在咧找。另外，在國道1號有幾多台車弄作伙，上北42.8公里南口出口的所在，發生一件9台車的連環車禍。消防局啟動大量傷患救護機制，將罕見的車同機場消防隊支援，14個人受傷送病院。記者綜合報道。